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台北市的道观花季，今仔日来开幕。因为道观是台北市的市花，嘛是代代的校花，所以市长郭文哲希望以台湾大学为中心，每一年以代代的4块练等的区域来整道观，整10万丛，慢慢互伊变成一种的文化，它来吸引更较侪外国的观光客。郭文哲伫咧后日16号就要到美国去访问。 到时阵会用英语离智库传统基金会来演讲，是毋是会去拜会美国的官员？郭文哲讲，这就要看人主人家的意思。2、1。专工穿秀花西装外套，倒红色的纱，台北市长郭文哲启动今年的台北道观花季。 那杜鹃花季就可以在台北的城南变成一个文化。以后在这个时期有很多外国观光客会为了看杜鹃花来到台北。上这么来到宣传，道观花是台北市的市花，嘛是代代校花。郭文哲希望每一年伫台北附近的地区种10万丛的道观花。城市的改变哦，不要说好大喜功，一下子要种了100万棵哦。我们规划好，那一步一步这样放过去，这样会比较smooth。 伊伫16要启程去访问美国，伊行程引起人注意。有牵涉到美国官方的哦，我们就拜托 AIT 处理啊。我觉得我态度这样，就是客随主便嘛。进到国务院的一个要会见的人物，你知道是谁了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他们通常，哦这个，反正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 郭文哲将参访国会大楼，嘛会伫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用英文演讲。即摆去美国，被当作是到华府面试，所查长的成果，有可能会变成郭文哲敢会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重要的考虑。